有人話佢貴，有人話佢潮。我呢，好快就買咗啦，仲着到殘晒添。今日我 Kenzie 就用視覺煉金術拆解呢個品牌，佢憑乜嘢可以近年爆紅，成為市值150億美元嘅超新星？喺運動品牌市場競爭咁劇烈，靚鞋又多，佢用乜嘢方法話你知好用比好睇更潮，理性比熱血更值錢？當 Nike 同 Adidas 賣嘅係運動場上嘅汗水，叫你加油，永不放棄，但太辛苦啦。On 賣嘅係乜嘢？係高效，等同佢哋網站展示出嚟嘅第一句 Swiss Performance Running。On 嘅開局定位好清晰，嚟自瑞士科技嘅高效運動裝備。咁佢哋點樣用視覺表現呢個定位？我會用一個詞語嚟定義：理性。佢哋將賣點換陣科技可視化，融入咗跑鞋鞋底造型當中。當初有啲人話怪，但喺商業視覺上，呢種怪係商業版嘅包豪美學，形式追隨功能，就好似勞力士、瑞士軍刀一樣。你買嘅係一部瑞士儀器。On 溫妮用視覺定義咗一個新戰場，有一個好嘅定位，仲要令人記得佢哋點樣創造自己嘅品牌符號。一句講晒，結構即符號，功能即廣告。好多人未睇到個 logo，淨係望個鞋底就知道係 On。佢將結構完全外露，將細節放大，成為佢嘅符號。每位着住 On 嘅人都係一個流動嘅廣告牌，keep 住帶嚟被動流量。呢招叫做視覺槓桿。市場認知成本同宣傳費歸零，但真正要成為一個品牌，就要有自己嘅品牌護城河。核心就係建立信任，成為資產。On 同其他品牌一樣有專利，同佢哋最唔同嘅就係佢唔賣激情，佢賣嘅信任係冷靜。分3部分講。第一，原產地效應，留意佢每對鞋上面嘅瑞士國旗細標籤，直接令消費者大腦跳過決策審查，潛意識認同呢個係好嘢，係品質保證書。第二，克制嘅色彩學，佢嘅用色非常克制，黑白灰銀，非常冷感。店鋪好似實驗室或者 Apple Store 咁樣。點解要咁做？第一，統一而重複，可以維持心理上嘅預期性，轉化成信任感。第二，刻意製造疏離感，太熱情會顯得廉價，夠冷漠就會顯得矜貴，距離就係日價嘅來源。呢種叫做理性嘅高級感。第三，費達拿嘅加持，引入咗瑞士網球巨星費達拿成為股東。佢唔單止係為咗流量，而係為咗一個階級嘅 upgrade。佢冇展示渾身都係汗嘅運動激情，喺視覺上佢展現嘅係精準、控制、優雅，將貴族網球嘅氣質注入咗跑鞋。睇下呢張圖，佢入局之後嘅市值只係2年就由16億升至113億，翻咗接近10倍。呢個就係信任資產嘅威力。On 用瑞士科技、包豪、冷靜、精準呢套邏輯，完美擊中咗理性嘅精英同中產市場嘅需求。着住 On 唔係為咗證明我好愛運動，係為咗證明我高效有智慧，用運動掌控生活。On 溫寧嘅成功係一場視覺心理學嘅勝利，用視覺定位將跑鞋變成科技裝備，用品牌符號將技術變成廣告，用信任資產將運動變成一個階級。On 賣嘅唔係跑鞋，有一種理性嘅優越。呢個就係品牌視覺煉金術。今日嘅分析會整理成一張 On 溫寧嘅視覺變現邏輯圖，入面包含咗我個人嘅策略詳細拆解。喺評論區留言 On，我 send 俾你。